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嘅生態攝影頻道，我係黃俊傑。今日我要同大家介紹一種青蛙，叫做花甲口蛙，英文名 Asiatic Painted Frog。香港咁多種青蛙裏面，花甲口蛙屬於體型中等，它擁有圓潤肥胖嘅身軀，非常可愛得意，但係要尋找一啲都唔容易，因為花甲口蛙屬於夜行性青蛙，尤其是雨季最活躍。每到繁殖季節，雄性嘅青蛙會發出牛一般嘅叫聲去吸引異性。感謝各位觀眾嘅觀看，我哋下條影片再見，拜拜。